第一就係首先你要思考間公司好唔好啦，咁好唔好有好多個唔同因素啦。第一就係佢有冇護城河啦，第二佢嗰個業務模式有冇定價權啦，第三佢有冇一個心智率嘅佔有啦，第四就係佢未來5至10年會唔會成長到啦，第五就係佢會唔會喺5年10年之內俾人毀滅即係歸零啦。咁你諗完晒呢啲問題，你都發覺好好嘅間公司。咁第二個 step 你就係睇財務數據啦，即係睇佢嗰啲數字表現好唔好啦。譬如佢講緊每100蚊投入落去，佢賺到幾多錢呢？如果你話佢每投資100蚊入去間公司度做生意，然之後佢可以賺到佢10蚊以上嘅話，咁就算好好㗎啦，已經十分之唔錯。咁如果你話甚至乎你見到20蚊30蚊咁，極之好添啦。咁然之後可能你都會想望下佢其他唔同嘅數字，譬如講緊佢有冇資不抵債啦，譬如講緊佢盤生意個成長個幅度好唔好啦。咁呢啲數據你會睇啦。咁當你做完第一個 step、第二個 step 之後，第三個 step 你就要諗間公司現價貴定係平。咁呢個我反而覺得係簡單嘅，你只要將你自己當成係一個大富豪可以買起間公司呢。你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用而家呢個咁嘅股價去交易，你願唔願意用當下個股價收購成間公司？你肯嘅話呢，咁就搞掂啦。第一咁就完成啦成個揀股嘅過程。先諗基本面，再諗嗰個財務面，然之後就再諗呢個你肯唔肯用呢個價錢收購。咁唔肯嘅話，幾多錢先肯收購？咁就係咁簡單。